各位乡亲友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新闻开始，要提醒乡亲风台消息。风台沿南路已经减弱咗重度的风台，也毋过愈来愈靠近咱台湾。气象局伫拄则8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今仔日、明仔载是风台上靠近咱台湾的时阵，影响嘛上界明显，全台湾拢会落雨。咱来听气象局伫头拄上界新的说明。 气象局在今天早上针对今年第11号台风轩冉诺发布今年的第1报的海上台风警报。轩冉诺台风目前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它过去它的强度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略微减弱到中度台风，中心风速来到每秒48公尺。不过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维持250公里的大小。我们预估它的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巴士海峡。 未来也将影响到东北部跟东南部的海面，因此我们要提醒在东半部海面跟巴士海峡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台风未来的路径，它会缓慢的在原地稍微打转一点，而后在未来的下半天，以每小时6转11公里的速度，慢慢的向西北转北的方向前进。我们预估这个台风，它未来它的暴风圈还是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而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附近的风浪也都明显的增强，甚至在北台湾下雨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等到礼拜天之后，台风再稍微逐渐北上一点点，西侧的风力可以看到相较之下会稍微减弱一点，但是还是要提醒，台风来到相对比较北边的位置，在北台湾，尤其基隆北海岸。 然后东北角这些地方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受到西南风或偏西风的影响，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持续都会有强阵风。但是这边有些变数要请大家注意的，在周日之后，还是会受到台风距离我们的远近，或是后续它的暴风圈它的影响如何，所以的风力都还是有调整的空间，请大家特别注意。 而从雷达回波图，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影响到我们的外围环流，造成在北台湾地区下雨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持续的。目前气象局有发布豪雨特报，主要针对就是包含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另外，新竹以北的山区会有豪雨出现的机会。尤其透过雨量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明天到后天这个过程，今天来说，北台湾相对来说是会越来越明显，雨势会 越来越强，尤其在新竹以北这山区的地方，中南部的山区开始到下半天之后，也许也开始慢慢的随台风逐渐稍微有往北一点的分量，开始也会明显起来。然而中部山区比较明显的时候，相对来说会落在周六这个时候。整体的降雨来说，周六还是相对比较明显。除了刚刚提到的北台湾以外，中部山区这些地方都还是要注意，雨势也相对会比今天来的多一些。 周日之后，台风再稍微北上一点的时候，降雨相对过去几天是缓和的。不过上半天来说的话，雨势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些明显。 头拄听到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咱继续来关心中度的风台沿南路暴风圈也是有可能会继续扩大。气象局伫拄则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北部的风雨嘛开始愈来愈大，海边的风影嘛真透。咱同齐来看云图。今日咱是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风雨拢会增强，而且会愈来愈明显。尤其伫北部、东北部，规工拢有阵雨，嘛有机会会上大雨。尤其是北部的山区，雨会较粗。 华东、中南部、外岛今仔日嘛有地渐阵雨。沿南路的风台目前是伫花莲东南边的海面上，向西北山顶动，也毋过行的速度真慢。若各地风雨是愈来愈透，今仔日甲明仔载影响上界严重。伫山区爱细致房山、六石头，若家己以北东部的沿海外岛是拢爱细致强风甲大影。这几工上好是毋通去海边啊。 礼拜的是风台才会豆豆离开台湾，也毋过后礼拜1到后礼拜3，天气共款无啥稳定。伫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过道有雷阵雨。受中度风台沿南路的影响，外围环流即马已经影响咱台湾。东海岸风影已经开始增强，愈来愈透。大东关成功镇的外海，昨下晡有4个查甫去取影，结果传出有1个查甫人失踪。 警消、海巡拢有赶紧走找，乌用直升机嘛有伫暗时出动去走找。加在这个查甫人伫早暗8点42分，家己收上花，看起来无大概。随伫透早，大东关成功镇3线台风景区
日头光微微啊出啊，海涌一阵一阵冲进花，受到经历风台渲染路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地区已经观测到4公尺悬的影。吹一喊4点外，两个查甫烧酒伫咧成功镇机会渔港外海冲景，愈暗风险愈大，4人决定要进花，不过其中一个查甫人敢若因为风险伤大，受袂到花，伫外海扑扑沉沉，伊的朋友赶紧报警。台东县消防局伫咧暗时6点半接到通报，随派合规的消防分队出动船艇、水上乌托邦，也有空困直升机、单照明弹协助救援。天暗了，风影是愈来愈大，台东甚至有4公尺悬的大影影响救援。到暗时8点30分，救援人员用照明灯发现这个失去联络的查甫人，人趴伫咧中央房顶头，正出来想要上转来岸边。这个查甫人第一遍家己要上前花，结果风影伤大，佫甲伊赶出去外海。伊佫再一遍趁风景较细时阵向岸边游，伫众人的加油声中，总算游到岸边。消防人员赶紧甲人救进花送医院。这个查甫人除了体内前方以外，初步看起来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继续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3000多的本土病例，阁有36个人死亡，甲一个囡仔治疗密死。有学者是认为讲，年底疫情应该有可能会当收煞，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病毒即马也咧变化，真恶料想，共款袂使大意。国内新冠疫情抑阁咧传，指挥中心宣布，初一个新增加33875例本土个案，死亡新增加36例。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2个20多岁女性，拢注满3剂疫苗，嘛无慢性病史。毋过拢伫破病了后7天死亡，也新增一个儿童重症是密斯西。那分别是有出现败血性休克以及心肌炎的这个部分而过世。美国 FDA 宣布批准莫德纳加辉瑞新型次世代疫苗紧急使用许可，拢是会当预防 BA.4 甲 BA.5 的加强射。也互外界好奇，咱国是毋是会想要等这款疫苗，煞影响到规划新早的原始病毒株加 BA.1 的变异株研发的次世代疫苗。他们跟其他国家是比较不太一样啊。那美国是用 BA.5 跟这个原始的疫苗株的一个双价疫苗，它的动物实验的资料，再加上BA.1 的这边的临床试验的资料，然后最后给予核准的 EUA 的其实是那个 BA.5 的这个双价的一个部分哈，还是会依照原来的规划进行哦，只是说这个美国的部分，他们的做法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哈，所以我们也还在观察了解当中。另外，有学者预估年底疫情可能会收煞，原因甲 BA.5 感染了后症头较轻有关系。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讲，即马除了流行的 BA.5 以外，印度有 BA.2.75 甲 BA.2.76，甚至中国有报告 BF.15，这拢代表抑阁有新的突变陆续产生的可能，也是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大学精选入学委员会最近公告112项年度升大学分期推荐甲个人申请入学这2个管道，采用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的作风。有不少教育系、外文系拢甲英语听力测验检定摕掉啊。专家甲学者是认为讲，因为现代人囝生少，总共学校无降低一寡标准，恐惊会招无学生。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反制中国伫头背民用的无人机，背来咱外岛扰乱，国防部即马是要求咱的阿兵哥一定爱警示甲赶走。根据了解，国防部嘛有对咱台湾本岛派秘密部队，炸无人机干扰枪，甲会晓操作的这官兵，炸设备装备去外岛支援。组成的成员有包括空军、宪兵、陆军拢有，也毋过人无济，敢若几若10个。来看自由时报，晶片世界大厂辉达公司也阁有超微公司，伫拜三的时有证实讲，因有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因互要求讲人工智慧相关高阶的晶片袂使出货予中国。这个消息有影响台积电甲供应链厂商，互因的股票继续伫昨昏大落。也毋过外资是认为影响也是伫有财调控制的范围内。
继续来关心劳动部第昨天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经过劳工、资方、政府、学术界专家同齐讨论了后，落尾是决定讲，每年基本工资会对即卖的一个月25,250块，提悬到26,400块。啊，若算点钟的薪水，卖增加到1点钟176块。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6,400元。时薪调整至176元。经过3点多钟讨论，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最后确定调悬每年度的基本工资月级甲时薪，月级25,250块调悬到26,400块，时薪是提悬到176块，起伏拢超过4%。约有175.21万名的劳工受惠。时薪调升，预估约有57.46万名劳工受惠，2.92加1/2的这个 GDP 3.76，本来是26462抓一个整数就是26400。自蔡英文就任总统的2016年开始看，连同即摆会期在内，基本工资已经连续7年调升，月级是20,800到26,400块，调幅达到31.9%，时薪是为8至起到176，调幅是46.7%。劳动部指出，劳资双方拢认同物价起压力，所以调幅完全反映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毋过经济成长率，劳资有分享也有体谅。中纪委出警诉。设定大概3%以下，最后也用4.6几65%。政府将来的配套措施，我们建议能够予以放宽相关的规范，让更多实际受困的中小企业不要因为法规太多的限制，而实际上看得到吃不到。这个调幅我们是不满意的，就在折中里面来谈。就当然我们是希望应该是要达到整个应该基本工资要调到3万块啊。上总指出，经济还未完全恢复，无适合调幅过悬，反而后续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通膨，甚至是失业欠工等现象，劳团认为，结果虽然无满意，也是会当接受。另外，媒体询问26,400块甲总统蔡英文捌讲过的起薪3万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对此，柯明春表示，大部分的少年人起薪拢用3万，未来也会互基本工资向这个目标迈进。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基本工资已经连续7档拢有起，啊，若算点钟的薪水，伫明年卖起提悬到176块。国内的餐饮业者是表示，薪水起一寡是合理的，因会当接受。啊，若这头家人嘛讲，其实即马是请无工，真欠人，爱员工做会调，一定爱开比劳基法更较好的条件才有法度。饮料好喽，要记得摇一下再喝哦。这间饮料店1点钟的薪水条件比即卖规定上加工资每点钟168块较悬，每点钟是170块起跳，上悬188块。店内这工作人员5专毕业了后，成绩头路即卖是全职工作，一个月2万5。房租、车贷、保险跟生活基本开销，大约是1万5上下。我觉得当然有调整、有涨幅就已经是很好了，因为你薪水涨，如果物价跟人涨，那对可能没有用，因为互相抵消了。每年时薪调到176块，不止民众感觉对业者来讲，虽然只是起8块，不过因公司每一个员工每个月可能要加负担将近1,500，一年都要加10000以上。不过最近产业欠人，为要找人，条件会比劳基法较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成本上的压力啦。那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兼职人员人数很少，那说对整体来说成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有一个小时188块的时薪，那也希望借此留住好人才。不过有学生认为大台北地区物价水准高，而且最近通膨压力增加，干那靠3工收入无法度应付开销。如果要包含房租，可能要到2万块，在打工之余，可能还是需要家里有一些支出。我伫德国留学，做3工人认为台北物价无输欧美以及都市，不过时薪算少真济。对，在德国大概350吧，就台北物价其实也没有低到哪去，可以有个200。劳团呼吁时薪起到186块，才能实际反映经济成长。不过资方认为下半年明年经济向前衰退，最后时薪决定176块。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加上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4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418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共已经超过534万例，日本超过19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抑个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中国的疫情搁压起来，成都嘛下令所有的市民对9月初开始爱踮伫厝内，袂使出门，而且所有的人拢爱做核酸检测。另外，伫中国深圳对9月初开始嘛要求无必要袂使离开深圳，袂输封城共款。有台商即马是较烦恼讲会去影响到产业。现在买菜咋子买嘛？人都挤不进去了。这中道市场人真多，客家10桶桶，赶紧一摆将所有物件买交全。刚结束半个月限电令的四川首都成都市，考虑疫情，初一下令为即晚暗时6点开始，全市居民原则居家，为何逐工就一个人用出外，伫附近买物件，就算官方无讲清楚，暗过政策一出来，市民就烦恼，甲实际封城无啥物无共，真侪所在拢出现抢买物件的情形。医护人员每日户采检，因为成都确诊数欠悬，不止严格控管进出，为初开始一连4天，所有市民拢爱做核酸检测。另外，伫广东深圳，真一点头拢关门，地铁站也将铁门摇落来，考虑疫情搁滚加。深圳市宣布，初开始非必要不准离开深圳，进入准封城模式。中国各地连续加大防控措施。虽然红海发声明，成都厂区正常营运影响无大，按过外界拢烦恼，对当地大资企业可能有影响。只要是有厂的，它就会影响。第一个，你的生产产线，你可能1天2班或3班的，你就必须得停止。员工无法度交班，不止产线频频中断，物流未当配送也真做问题，还佫面临原料缺少这个连续无奈问题。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上海、深圳、中村、吉林过去拢封城管理，即马就惊解封遥遥无期，所以产业面临冲击，恐惊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关注量总署有组专家小组去乌克兰视察扎波罗热核电厂，也毋过无啥顺利，因为附近的火炮害这专家的行程延误。那俄罗斯甲乌克兰双方是互相指控，拢是对方咧破坏这专家的任务。目前这专家已经摕到当地人的请愿书甲一寡证据离开当地啊，也毋过伊嘛讲会派工作人员留点核电厂。总算来到扎波罗热核电厂，标定大海报写着安赫德和平。在地居民提柜台资料，交互来视察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团队。With your family?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safe, to help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to bring the message to the world. И мы просим, чтобы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о безумие. Это все 20 647 подписей. И мы просим вас обратить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и отреагировать.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at by taking this, it is as if I was 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IAEA 是要视察自3月1号5军将领，到即马也是乌克兰技术人员伫咧运作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不过出发前，因为附近发生炮击，行程延了3点钟，车队最后冒着炮火风险到现场。俄罗斯、乌克兰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发动攻击，破坏 IAEA 任务。We are not going anywhere. The IAEA is now there. We're going to have a continued presence there at the plant with some of my expert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lant and 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the plant has been violated several times.
查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上大核电厂，俄战争开始了，几多边的冲突，核灾风险受国际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 IAEA 团队到核电厂表示懊恼，相信专家因会做出客观的评估。因那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是讲，莫斯科正尽一切努力，致力保护核电厂安全运作，也确保 IAEA 团队完成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英国的执政党保守党9月初5要选出新的党魁来接首相，任期剩无几工仔的英国首相强森伫9月初1日时，伊是宣布讲，英国政府要投资7亿英镑起一座新的核电厂。这是因为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的影响，即马欧洲出现能源危机，所以英国要赶紧找替代能源方案。不过，规座核电厂是需要开200亿英镑，所以即马还阁要总钱找投资者。就这位退位的英国首相强生出夜宣布，政府将会投资7亿英镑，伫萨福克郡起新的核电厂。This new reactor is just a part of our great British nuclear campaign. We will build a reactor a year again. We will build them across the country, at least 8 of them, large ones and small modular reactors. And of course, they're not the entire solution to our energy needs, far from it.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初5将会选出新党魁接任首相。退位倒算计时的首相强生讲，虽然核电厂的建设甲营运成本看起来较贵，不过为了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靠，伊完全要推动核能。不过因为俄战争能源价格一直起，担心一般家庭无法度负担，能源供应商希望政府提早实施回归方案。Today we've announced it's a customer support package. As you said, £50 million. That's the financial component. We also have some other technical support. But the reality is this isn't going to be enough.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do, there's already a scheme in place that was announced in the spring. It's £400 rebate. It's supposed to be spread over the entire winter. 将有可能接首相的特拉斯讲，若是伊上任，会随采取行动，帮助民众应对欠源的能源计数。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来关心巴基斯坦大水灾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100万栋人家厝受损害，3300万人受影响。巴基斯坦即马还有1/3的土地浸伫水底，有气候专家是表示，亲像这款极端气候，未来会愈来愈接出现。巴基斯坦这个热天的季风降雨所带来雨量甲灾情，较早拢毋捌拄过。大雨已经停3天啊，不过灾区也是规个拢淹大水。南部圣德省印度河沿岸的农田全部雨水淹去，面积达到100公里宽，看起来哪亲像新形成的内陆湖。And what's unusual about this year is basically that amount of rainfall is way more than would usually be expected. So on average, it's 5 times more than would be expected across the whole of Pakistan. In some regions, we're maybe seeing 10 times more rain. 官方估计，这个大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桥甲铁公路也是农作物总价差不多100亿美金，100万间厝规个毁损，3300多万人无厝通住，灾区四界拢遭天道布防，灾区欠缺清气的饮用水甲食物，马拉利亚、落疝甲科雷拉、皮肤感染者的病例拢增加。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发动1亿6千万美金的紧急援助经费，包括政府是加派医疗团队前往灾区救援。The whole village is washed away. They don't have a shelter. Like their ready crops were destroyed. I'm even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tagnant water which is in these locations now. It will not even allow the communities to plant for the next season. So they probably will miss out another planting season which is due in October. And if they miss out that season, we will also have some mo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in country, not only for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but even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更加可怕是气候专家指出，像这种真极端的气候灾难，因为地球暖化效应增强，出现的机会会愈来愈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将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的丧礼明仔要举行。俄罗斯总统普廷讲，伊有公务行程，所以伊袂去参加。来关心美国11月初6要举行其中的选举，上新的民调即马显示，受提囡仔、人工流产、打胎这项议题影响，共和党声势落。目前拜登政府的民主党支持度赢过共和党。来关心佩洛西来咱台湾访问了后，无受中国军演的影响。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嘛宣布讲，
打算9月初7后礼拜会来咱台湾访问。昨昏，中国国巨一台民间的无人机飞到金门的西施，咱限制水域的天顶。咱国军驻守部队有先警示，不过佫唔走，转直接开枪，把无人机射落来。咱总统蔡英文是强调，国军会提出强烈的反制措施。若美国白宫嘛针对咱国军开枪射落来表示支持。中国无人机真侪摆侵扰金门马祖，国军顶日开枪赶离，初一阁有一只民用无人机进入西施禁限制水域顶面，驻守部队示警赶离无效，进行防卫射击，后一摆将无人机拍落来，落伫海上。民用空拍机一架进入施予禁限制水域上空，驻守部队依程序应处，示警驱离无效后，即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对国军采取实弹赶离无人机，中国批评能够制造紧张的气氛。美国白宫表示，台湾的犹律符合情理。蔡总统早起出席军人节表扬大会，表示中共透过无人机侵扰等枪对手法结合人敌战，继续对台湾武武恐吓，国军会采取强烈反制措施。我再次的强调，我们不会挑起争端，但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国防部用43亿为中国已建发的无人机防御系统，共款采取软实手法，会当让无人机无受控制，也会当发射拦截网。要过112年，才会建立伫外岛。要安怎度过这个空窗期？学者表示，硬实是下策，定用干扰枪才是上策，会当避免事态升级，不会造成两岸关系的这个就是说升温。毕竟中共才是挑衅者，使用这个干扰枪为主，就是进行电子干扰，破它，让它迫降。那第二个，未来可能也可以考虑，就是导入这个捕捉用的无人机。国军将无人机拍落来，敢是会互两岸无清楚地带冲突相关组军事轨迹。学者指出，咱国只是典型无两步的地线，台海犹原无平静。中军逐工邀台，海军也罕见对行村外海的不明船只进行公布管理。船不明船，这是中华民国海军呼叫，请回答。中军初一方记录到，派出运8反舰机等，分提出进入咱国西南空域。根据统计，共计8分逐工交代，也让两岸情势继续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年底选战，草热门的争议也未收煞。这届是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现任的立委蔡适应，伊是和时代力量指控讲，伊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涉嫌用抄的，要求伊爱出来面对。那蔡适应是表示，伊的论文有通过比对系统，而且嘛下学术规范，学校唔才会同意予伊毕业。伫咧林志坚可惜华顶人的论文争议了，民进党国人市长参选人立委蔡适应也讲了艺术论文抄袭的风波。时代力量指控蔡适应的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涉及抄袭，比对220页论文内容了，发现有抄30几份文献，结论抄袭比例33%，一共一字一字照抄维基加百度的内容。针对这些被我们所比对出来的这些涉嫌抄袭的部分，诚实的向国人来做一个说明，不要试图用政治抹黑或甚至指鹿为马的形式来为自己开脱。我的论文总共13万多个字，那我想我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毕业前按照规定都要跑过论文比对系统。那我想论文比对系统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我才获得毕业。国良，国良，国良。面对指控，蔡适应认为无问题。一拿国民党国人市长参选人谢国良，昨日由前行政院长江宜华陪去登记参选时阵讲，对主要对手论文抄袭的代志，伊无看过蔡适应的论文，所以无评论。一拿伊家己的论文有公开，已经被人大量查询过。我在这一次选举当中，论文也不是我所关心的。透过我的脸书把我的论文干脆公开来给大家看一看请大家也给些意见，一起讨论。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的话，应该出来跟民众说清楚、讲明白，让这个民众呢不要对于抄袭这件事情有所疑虑，让它在基隆燃烧。因为这边大选一直传出参选人论文的争议，蔡适应伫咧战争的贵人高中校友身份风波了，怎么一个讲的论文艺术抄袭？外界也伫咧关心是不是引起更加侪政治效应。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蒋万安昨昏已经完成登记，若无党籍黄珊珊昨昏是公布伊头一场的政策发表会，伊阁望讲会当甲对手逐礼拜来一场辩论。也毋过蒋万安是爱黄珊珊先讲互清楚，讲伊甲郭文哲政策有啥物无同。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嘛已经完成登记。找12个少年人做伙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伊伫9月初一登记，要来营造出气势。对手黄珊珊发出逐礼拜一场的政策辩论，蒋万安正面出战。我每周都固定会公布我对于台北市政的政策。其实黄副市长也可以清楚地告诉市民朋友，他跟柯市长的市政方向有哪里不同。不是什么谁的谁，柯归黄随，重点是他对市民有没有利。如果没有利的，本来就该取消；如果有利的，当然会继续执行。黄珊珊嘛，伫9月初一来举行头一场的政策发表会，来发出首都进化的双口线，要和市民做伙同齐来创造共赢的局势。嘛批评对手力赢陈时中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一款咧压钱，陈时中嘛来甲做背会。是不是一个大傻逼，或者只是撒了钱之后对大家没有帮助？那可以大家来讨论。可是我们这是一个全套式的。首都的选战正甲热乎乎，新北选战的部分，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伫9月初一来完成登记。我记得在4年前的时候，我也是透过公开辩论的方式，跟市院长举行过辩论会。那今年我自然不例外。请侯友宜市长不要看错格了，好，要勾那一格是辩论的，好，你这样才像一个汉子。有改变的勇气。侯友宜伫登记表顶悬有高选的辩论，刷落来伊嘛接落林佳龙的建帖，伊表示讲会来采取当年的模式，透过辩论，安尼通互新北市民更加清楚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中部的检警宣布讲，因有抓到一个柬埔寨人口买卖集团，因是吸收白牌车的司机，提供讲替人办护照，也佮假造有做过预防车小黄卡，即马已经甲20个台湾人拐出国啊。穿白衫这个姓朱的人口犯案干部，也甲穿蓝色衫啊姓林的司机，全部互警方移送法办。这个人口犯案集团伫柬埔寨成立公司，用办理贷款也是假交往的方式，招台湾人去柬埔寨，甚至吸收白牌车司机，负责安排带数办护照、假造疫苗小黄卡，接送坐飞机出境全套服务。调查发现，今年6月至8月，已经成功载20个被害人出国。姓朱的主嫌已经互台中地检法院裁定羁押。行政院表示，已经组成跨部会救援专案，目前侦破人口贩卖53件，43个人裁定收押，佮协助151个人回国，也佮有103件当由各地检署伫指挥侦办。侦破人口贩运的情形，已经到达53件，145人侦办，其中43人裁定收押。刑事局嘛侦破救济诈骗集团，因承租南部透天厝做水房，伫面册社团大门征求人才，应征者上门就控制行动，逼因交假金铺仔提款卡，佮要求签本票甲器官捐赠的同意书。另外集团嘛以假投资的名义诱拐受害人投入大笔金钱。记者综合报道。那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有抓到一个移工，这个移工是讲伊10年纳户中人，台票30多万，才有法度来台湾做事。落尾伊是伫台中一间铁工厂食头路，嘛因为开这30多万毋是细条钱，伊就想讲来上班的时趁一寡外路啊，就爱偷吉酒伫面册顶头卖，伊互超出有30盎偷吉的酒，尾也互移送法办。报访东港人家差铁气氛，这名化名阿贤的华南籍移工，后卡来台工作已经10年，也毋过伊除了本职是铁工厂员工，也兼做搬厝工、分送庆典 DJ， 甚至输假酒气味。伫大个所在查到成品、半成品400公升。
专勤队也发现阿贤成立面册卖酒，也替同乡中介工作，每盒跨国婚姻，意思是合法申请来台，国外中介费伤悬，互阿贤感觉月计2万外欠不到钱，佮加上将要期满转去，所以一直兼差。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国外期间想要来台工作，除了国外中介费，国内也有不少开销。以越南期间为例，国外中介费大约代表30多万，来台了后，月计扣除固定寄登记厝的钱，每个月也搁扣1000多块支付台湾中介，搁扣加大的费用，劳健保费等，留伫身边的钱真正无济。也毋过高市专勤队表示，阿贤虽然合法中介来台移工，也毋过袂当从事许可无着以外非法工作，防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就业服务法、甲列出国参移民法等罪嫌，而且主管机关裁处。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要到啊！中秋团圆有人献烘肉，那蛤蟆嘛真受欢迎。台南的蛤蟆产量是占全国第一，最近介绍嘛有咧起价。勇士护士表示，因为今年的雨落较少，所以蛤蟆是真肥真大粒，而且产量嘛袂歹。手伸入去鱼塭内底好，粉桥是大粒又搁水。这个伫台南7股饲粉桥的鱼塭大概1架外，预估今年会当收1万斤。目前收的价销是50块到60块，养殖业算是有趁小块。粉桥的产量比往年好，主要就是较无咧变大雨，养殖的环境较稳定。今年的台风都是擦肩而过，都是微降雨，可以对我们来说是调整盐度会。让五个长得比较好，应该说比较稳定，在平均值啦。目前好像坐落在50到60之间啊。你大颗的数量越多，价格会越高。今日去市仔内底，粉桥按照分类，一袋斤伫130到150，愈大粒愈好卖，价销也较好。而且要中秋啊，价销也会出现变化。一斤才150，150。我不知道这个通常要做150、140啊一条吗？台南市粉桥的面积大约3200公顷，年产量是12000公吨，全台排第2。虽讲价销较好，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头家讲生意无早前好，也拿做花市的虾仔，价销也是较稳定。今年蛤蟆粉桥价销拢是较悬，愈接近中秋，市场的需求就愈大，就看民众安怎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要到啊，上潮时的文旦即嘛已经咧采收。伫台南的麻豆有一阵真有爱心的少年农民，伊已经是第8档咧推动公益文旦，甲文旦卖所赚的钱1/4会捐出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伊嘛希望讲大家来交关中秋送礼，嘛当兼做公益。中秋上潮时上潮味的就是文旦。台南市的麻豆区是台湾3大出名的文旦产地之一，才有6位真有爱心的青年农民发起卖文旦做公益，已经第8档。其实公益团体他们也都非常需要这些，不管是资金还是我们这些一些物资的协助。然后我们把原本，比如说我们要留给通路的利润，或是一定有一定部分的抽成，我们就直接把这些费用呢留在回馈给这些社福团体。由6位青年组成的公益联名，将因卖文旦所得的25%捐予社会福利团体，嘛捐助学校改善教育环境。台南市农业局甲麻豆农会拢真肯定因的打拼甲爱心。我嘛伫遮呼吁大家啊，就是会当做来做到迄个到做公益啊，迄个买油啊，可以当做公益，可以当帮助到遐好学生啊。如果像是他们的经费有短缺啊，或是讲因干时期啥物歹去啊，即摆咱就当做这个公益就经费去修理啦。现在正是麻豆文旦采收季节，请大家支持我们在地优质的好文旦，也一并来做公益，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朋友。农业局甲农会希望民众会当来响应支持公益文旦，而且即马搁面对中国禁止咱柑仔类的水果，对文旦销量的冲击已经愈来愈明显。农委会也真积极来斗推销，希望民众加买文旦来消停台湾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老人较侪，所以需要复健的病人嘛会加较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妈祖病院最近就引进一款复健的机器人，会当帮助病人做一寡动作，嘛当提升复健的效果。
原本倒手因为受伤，手无法度掂起来，但是若双手穿这种手部外骨机器人来做复健。当正手掂起来时阵，倒手嘛会当透过电脑系统对来训练，患者用这种的辅助方式来刺激脑部动作，提升手部动作。肌肉比较无力、没有自主动作的一些患者啦，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借由那个机器的力量，让他想起他本来应该做的一些抓握的一些动作，就有一个生物回馈。那种科技的辅佐的话，对吧？因为帮那个有受伤的部分那有动作比较自然啊。婚礼沿海老人人口多，有真侪中风、外伤等等的患者爱长期做复健，但是过去传统复健的效果有限。最近北港妈祖病院引进外骨机器人，透过微型摩打甲电脑定式，会当协助患者复健的成果。脑部创伤或是脊椎受伤，甚至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会中风的机会。那像他这样子的，可能需要上肢、下肢的复健的机会更多。那我们引进这一套特殊的仪器，其实可以协助他们，除了传统的复健之外，配合智慧的医疗，让他们更有效的去把他们的这个上下肢的复健做得更好。北港妈祖病院表示，偏向地区引进智慧科技外骨机器人，让患者唔免阁走一段路去外县市做复健，提升民众复健的意愿，嘛会当帮助患者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机能。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为着要提升资源回收率，环保署伫今年要开始规划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其中为着要互业者嘛要担起责任，要求要甲因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用。民间团体即马是希望讲，这条钱每会当还头来补助第一线的回收人员。台湾推塑资源回收已经25档，不过回收的物件毋是逐项拢真好处理，所以环保署会对产生废弃物的业者征收回收程度处理费用，来补贴处理回收的厂商。因回收废弃物，那它的制造者、输入者就要按照公告的费率缴交回收清除处理清除处理费，然后呢作为我们的基金，这基金呢，其中呢大部分呢是用来补贴呢我们的回收商跟处理商。今年开始，环保署草拟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法，按算计对一寡产生事业废弃物的业者征收资源循环促进费，提升资源回收体系运作。初一立委洪新汉召开公听会，民间团体伫会中表示，希望这个基金会使真正补贴给第一线的回收人员。主要是因为回收基金目前只补贴上游的厂商嘛，所以下游的厂商其实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补贴，他们没有办法反映适当的营运成本，所以导致他们必须要把价格砍得很低，他们才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也有连带影响到更基层的回收者。一些都市化的地方土地又越来越贵，所以回收商他可能在都市地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往偏乡。然后这些拾荒者、这些自收个体户要走更远，他才能够变卖，然后他卖的东西又更少。针对民间团体的诉求，环保署表示，因会加强稽查，背负征收来的基金转予顶游厂商家己食去。记者林世浩、小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县布袋甲义地的沿海有真大片的勇士体运，为了要推动渔电共生，台电伫嘉义县布袋国中附近，即马要起变电所，也毋过并无大声开说明会。即马施工的噪音是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要求要先停工。民众求抗议布条大声喊停工，嘉义县布袋永安里的居民伫咧布袋电工所头前进前，抗议台电无任何通知甲说明，就私自去变电所，公所也无咧管。动工啊，动工遮久咯啊，动工遮久，等伊拆块牌啊出来，阮较知影讲伊也要开电变所啊，无拆牌啊出来，阮就唔知啊。你向阮代表的拢唔知啊，伊这做嚣张的啦，民众不满施工的影响甲变电所未来安全性，台电拢无事先说明，电工所赶紧联络施工单位出面说明，里面希望还未讲清楚进前先停工。这因为我讲这个是电啊，我拢无了解，这居民都不了解，所以会恐慌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叫电力公司帮我们解说。听过代表会甲居民的反映了，施工单位同意暂时停工，嘛请里面先讨论因的反映的代志。按算伫9月初2开座谈会，希望会当解决民众担心的代志。
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西班牙，西班牙为着要对抗通货膨胀，9月开始，因的政府有推出新措施，就是讲坐中底道的火车唔免钱。因的政府为着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免钱提供中底道的月票，替民众会当减轻负担，减一寡生活开销。若坐大众运输嘛，加较环保。有免钱火车通坐，大家是兴趣处。才推出一天，就已经有超过50万人去申请。逐工通勤的交通费讲济无偌济，讲少嘛无少，不过嘛是一笔开销。西班牙民众即马会当先这条，马德里当局新政策7月开始，坐中底停铁路唔免钱。要坐免钱的嘛真简单，只要申请免费的中底停月票就会使。一个月初以前已经有差不多50万人来订。对于长期通勤的民众来讲，免费的月票嘛是一大福利。Ahora no te costaría el transporte desde Parla, por ejemplo, en mi caso, hasta Tocha. Y no lo he calculado, pero vamos, el otro serían como 80-90 euros y ahora es gratis. Sí, lo mío sobre unos 40 euros ida y vuelta cada vez que bajase a mi pueblo. 新政策免费的范围无包括长途旅行甲单程票，不过部分民众认为已经真好啊，希望会当一直实行。西班牙最近物价一直起，政府为了减轻民众生活负担，鼓励较侪人坐大众运输，减开私人车，减少燃料使用，所以决定9月至12月，拢提供免费中底停的铁路月票。国营铁路是预估年底前会提供7500万次免费的铁路旅行。Una medida muy aceptada por la población española y que sin duda va a venir a amortiguar estos gastos en las familias y, por tanto, el incremento del coste de la vida con esta ayuda del Gobierno. 除了列车，西国政府嘛提出其他公共交通运输费用的折扣，来解决约近10%的通货膨胀压力。随上今年6月，德国就开始实施类似的做法，提供3个月真俗的通行票，实行到即马效果意外正好。主要的城市交通塞车情形也拢得到改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真新鲜，咱来去法国。法国伫这个热天，娱乐市场有出现一个新的热潮，是以讲第一方做主题的动态电影院。业者投资超过2000万欧元，有起420平方公尺大的荧幕，互游客去体验互光第一方加入去的感受。在法国诺奈克人的小镇，观测未来主题乐园有全球第一座动态影院，80栋的平台有120个位，用30公里的时速在转，拓开410平方公尺的 LED 大荧幕，加强风、白烟、火光、爆炸声这个特效，创造出互人亲像伫加疗风中心的效果，成功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体验。En fait,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une tempête, quoi. Et vous avez tous les éléments contraignants de la tempête, vous ressentez tout, quoi. Donc c'est vraiment à vivre. Et voilà, quoi. Après, une bonne expérience en famille. 总部伫加拿大的动态影院设计团队，捌伫2016年摕主题乐园国际协会最佳景点的大奖。观测未来主题乐园用4年时间，2100万欧元的经费打造这座动态影院。Ce projet, en fait, il a duré pendant 4 ans. On a eu 4 ans d'études et de travaux. On a eu au total plus de 600 personnes qui sont intervenues sur site. On a travaillé aussi avec des spécialistes, donc comme Tony Le Bastard, qui est un météorologue chez Météo France et qui est aussi chasseur de tornades sur ces temps perdus, qui a une équipe en fait, et donc il a déjà fait pas mal de séries à la télé, etc. Et donc on a travaillé avec lui pour justifier au mieux notre scénario en fait. Donc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de la fiction. 欧美的影视作品过去未少用加利风做主题影片，观众透过荧幕看加利风在教万物齐飞的震撼力。动态影院的对风者是搁较厉害，用新的影音科技，互游客亲像伫现场共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逐年热人拢会有超过5万外只白海翁对北极收到加拿大的东北部，所以加拿大东北部当地是真出名会当看海翁的景点。不过科学家是表示，即马气候暖化可能会对白海翁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一只白海翁伫水底算甲足欢喜的。看到人类的摄影机，佫会真好奇要挖过来看卖，对着镜头做出真古锥的表情。这是加拿大东北部的哈德逊湾，
每年热天结冰洋去了后，就有差不多5万到6万只的白海翁为北极收到这来，享受温暖的海水。母海翁嘛会伫这甲小海翁生落来，所以热天的哈德逊湾对白海翁来讲是上闹热的乐园。嘛有真侪观光客会选伫这个时阵要来这看白海翁。一时啊考时啊，一时啊答志，连美国会敢若鸟啊叽叽叫。根据科学家的研究，白海翁会当发出至少50种无共款的声音。因毋若靠声音来互相交流，嘛爱靠声音伫海底定位，才袂找无方向。所以人类的船数量若愈济，就会对白海翁造成愈大的干扰。 They really need to rely on sound for pretty much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ves.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why underwater noise pollution is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除了人类的干扰以外，气候暖化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伫北极，温度升高的速度是地球其他所在的3倍到4倍。对白海翁这种爱挖靠冰来生存的动物来讲，会造成真大的危机。When ice conditions shift and there's less undersurface of the ice for that phytoplankton that in turn will feed the zooplankton that in turn will feed big fish. There's a shift in prey availability for beluga whales. 加拿大的哈德逊湾是全世界白海翁数量上侪的所在，但是人类爱赶紧想办法解决气候暖化的问题，才会当互这白海翁继续好好伫这生活。记者感恩恁朋友。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29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